朋友早，欢迎收看4月14公视台语台早起新闻，我是陈怡真。新闻一开始，先来关心春雨落无够，国内水情同款正硬斗。中央灾害应变中心昨暝开第3摆会议，决定为即马开始，新竹、台中甲北彰化水情灯号全做黄灯，逐天暗时10点到加灯日台透早6点减压送水。自即日起，在新竹以及台中供水区及台中供水区的北彰化地区，调整为减压供水的黄灯，扩大减量供水橙灯的节水力道，以提升节水的成效。台南甲高雄水情是柑仔色灯号减量送水，为4月20开始，逐个月用水超过1000度的非工业用户，亲像游泳池、洗车甲三温暖业者，省水率为10%有悬到15%。久无落大雨，农委会统计到4月12为止，2月、3月可旱已经造成的农业损失超过3亿，南投损失上亿上严重。若分林古溪草岭的咖啡农嘛受影响，收成的咖啡豆有一半拢乌去。另外，台南山区的山野长咧大粒，需要压水。市府是争取预算调水车为新化载水去山区，互农民灌水灌溉，希望今年的山野通保调咧。水库拢打起也是真需要雨水，农业嘛拢在拜托较紧降雨。农委会统计到13下晡5点，农产损失是3亿2995万，加上林产的损失1624万，加起来有3亿4619万。各县市的损害是以南投上济破亿，过来是嘉义县同款是超过1亿。损害上严重的作物是茶、咖啡嘛在内。这拢无效啦，这拢爱禁掉啊。咖啡豆啊被开，农民发现讲一半都是歹去的乌豆啊，研发是上久无落雨造成。寒害跟水都有关系吧？冷又没有水喝，也果也季的，因为也剩咖啡季没熟啊。1、2月跟3月采收的所有的咖啡豆，看起来的果实都是好的，可是我们脱皮脱壳之后呢，发现里面都50%以上都是不好的果实，而且都是黑豆。专家讲，咖啡果在发育的时阵欠雨水，会互咖啡籽缩起来，无法度发育完成，嘛互昆林古溪草岭地区的咖啡农受害。有农民讲，较早一摆是收2公吨的咖啡豆啊，这摆是感觉剩500公斤，还有一半是乌豆啊。官府嘛有看到状况严重，强调会照行政定书向农委会申报天然灾害的救助，可看嘛影响到山野。在台南的山区，即马山野当时结果的时阵，欠水恐惊，互果子农辛苦规年，结果拢脑损。市府伫山区是设29个提水点，互因会当提来压，大概300栋，从因2个月一直到黄霜雨季。真关话啊山野是抑阁加减会大，要定理抑阁做大个水要再当压山野，你一桶这压头30张啊。在运水嘛，供应梅仔含龙眼树仔来用，但是每年的梅仔伫清明节进前都是主要采收期，受到欠水的影响，结果果实真细粒，希望山野会当靠救命水保收成。记者综合报道。中国拜三宣布4月16到18，因为航太活动要伫咱台湾北部管制飞行3日，经过咱交通部控制是缩短到27分钟。不过，中国福建海事局昨发布航行警告，搁变做6点钟。交通部研判可能会有火箭的碎片落落来，所以禁止航船是6点钟。若飞行的部分是无变，同款是27分钟。中国福建海事局13下晡发布上新的航行警告，4月16早起9点到下晡3点，伫东海部分水域会有火箭的残骸，禁止进入。时间到12回应咱国进行27分钟航太活动有出入。交通部经过查证了后，研判中国应该是考虑火箭残骸等等对海上航行安全的影响，爱时间排除。空运的部分，咱国已经有备案，会先对福冈飞航情报区。也跟这个福冈的飞航情报区已经有沟通了哈，就在27分钟的这时间，它会往南飞，就是脱离原来的航道往南飞，由台北情报区去接福冈的情报区。海域也一样海域是航船布告也是今天晚上9点会发布。交通部行政署当地讨论，13暗会发布飞航通告、甲航船报告，提醒空域甲海域的业者设别条路行，若敢是会取消航班，时间较晚才会知影。
有这技术分析，以空运来讲，这个中国话管制区比2022年8月中国军演的范围还佫较大。经过台北飞航情报区重要的航点安保，遐个航机拢会受到影响，至少有8条航路封起来，差不多是往北拢无法度飞出去。上一次的它有设置一些这个禁航区哦，它都稍微有留一些缝隙哈，可能某些地方避开了航路，某些地方可以让我们航空器可以做一个转向好。可是大家可以看到哈，这一次它的这个大概有8条哈，在台湾北部非常重要的一个航路哈，全部都已经挡到了哈。经技师讲，以台北飞东京做例，西路行了后，差不多会增加半点钟的飞行时间。虽然延长的时间无算真久，不过就民航的角度来看，封锁的范围真大，真无正常，嘛毋是干影响台湾尔，附近国家的航班嘛会受到冲击。记者综合报道。那航行警告，中国商务部公告要针对台湾2455项商品进行贸易调查。经济部长王美花表示，目前还未收到中国的通知，愿意甲中国协商。那行政院代理发言人罗秉成表示，无希望正常的贸易往来甲政治牵做伙。相关的部会会做好应对。中国商务部12向发新闻稿公告，就台湾2455项商品进行贸易比率调查，内容包括农产品、五矿化工产品、甲纺织品等等。这个调查会持续9个月，上班按算伫明年1月12日结束。经济部表示，目前拢还无接到中国的通知。经济部的立场就是，经贸的往来应该要这个按照相关的规定来处理。那如果在不设前提之下，那这个中方要跟我们来磋商，我们也愿意来跟他做磋商。这个主要是他要不要来跟我们磋商的问题。中国这边实在不宜把贸易的议题复杂化、工具化乃至政治化来干扰两岸区域间的贸易往来，这个对我们两岸的交流没有帮助。针对中国商务部提出的比率调查，当中包括台湾2000多项商品。食品业烦恼讲，中国持续甲台湾销去中国的农产品甲食品卡空。也让五金扣件业者烦恼讲，中国后一步会取消 X 法来增加威胁。也让台湾纺织业平均每一年出口14%的纺织品去中国，恐惊嘛受到冲击。过去这几年台湾的这个贸易顺差，绝大部分来自于中国大陆，所以我们担心如果他也采取一些片面措施可能对台湾的经济就会相当的灼伤。他可能会开始去调查一些我们有他也有的东西，为什么我们不让他进来？也就由这个过程里面，其实我觉得可以检视一下过去我们一直被认为单方面让利这件事情的一个问题症结啦。中国贸易比率调查结束的时间伫2024年总统大选的前一天，引起外界质疑讲，敢是要以经济来干扰政治？经济部贸易局表示，台湾已经批准9000多项中国的农工产品进口来台湾，中国不应该把贸易的议题变复杂、工具化，来干扰全球的经济发展。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天气，今仔日东半部甲马祖会落地渐好，过昼了后西半部山区嘛会落好。若其他的所在是侪云到好天，咱来看云图。今仔日各地头的天气较稳定稍热，但若东半部甲西半部山区过昼会有机会落地渐好。温度方面，日时各地头的高温大约是30度到32度，早暗时较凉冷，低温大约是19度到23度。明仔载开始风面通过，东北季风转强，北部甲东半部会转做湿湿冷冷的天气，北部雨会落较粗。若其他的所在可能会落雷公雨。另外，透早金门、马祖甲西半部地区到大蒙视线较歹，民众出门就要注意。来看嘉义阿里山的村地，伫清明过后，差不多就要开始办啦。不过，即阵欠雨水，地园无水通压，若无法院搁打冷气。地农烦恼讲，今年产量可能会减5成以上。一边乌一边青，同款的地形地层煞无共蓄水。地农讲，较青的部分是因为有用湿地来护水，乌的部分都是真正欠水的所在。这都是有发芽起来，像这你看，伊规丛安尼就拢无发，即摆就是无法度个生长，可能爱看较慢去，看伊会个吐起来无。像你看这吐起来嘛是拢无讲足水的。嘉义县的村地清明过后就会当来采收，但是今年到今也是无水，地农损失真大。
嘉义县大阿里山地区1800公顷的地形，目前受影响的都500公頃左右。根据各乡镇公所的勘查回报，那整个茶区受损的状况至少减产40%以上。地农讲，会当办的茶品质嘛无讲介好，为了减少损失，毋是无办，就是提起做发角的红茶。农业处表示，已经开放地农申请补助，如果符合标准，1公顷是550，希望减少地农的损失。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今仔日报纸写啥物？带观众朋友来看早报重点。先看《中国时报》，联合国预告2023年，印度的总人口数会超过中国，成做全球人口上侪国家。学者分析，这个时间点大概就是1个月中，而且中国的人口结构高龄化，那印度是青年、壮年这寡少年辈较侪。接落来看《联合报》，立法院内政委员会初审通过公职人员佮有总统、副总统的选举罢免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规定讲捌污洗、违反国安3法，也是捌过乌金、枪、毒等等的人，若准确定有罪。这世人拢袂使登记做候选人。按算这个会期修法，明年总统、立委的选举都会用到。落尾是自由时报，台股起落是稳定。国安基金昨开会，考虑到市场已经稳定，鼓励投资有效果，决定即马开始停止安定市场的任务。国安基金换盘275天，总算结束啊！这嘛是有史以来换上久的一届。来看主计总处公布今年1月到2月薪水平均是45206块，虽然年增率有2.39%，不过若甲物价因素扣掉，薪水年减0.34%，是最近这10年来减上侪一届。新鲜的百所旁讲民众拢是订几种的口味当西米，只是最近2个月之外继续去挖沙城，4月定价搁要起，业者经袂落去，无奈选择起价。去年3、4月已经陆陆续续在涨，这半年来是飙涨得更严重。之前也是尽量吸收也是没办法支撑。物价起袂停，民众薪水增加的幅度根本就袂着。主计总处公布112年1月至2月，全体上个员工经常性薪水平均是45206块，虽然比顶年同期增加0.39%，总薪水也增加2.74%，也毋过除掉物价因素了后，实质经常性薪水年减0.34%。经过同期物价的2.74%的平减之后。那目前实质经常性薪资是减少了0.34%。事实上，目前国内的物价依然处伫高档3月 ，CPI 年增率2.35%，已经连续20个月冲破2%通膨境界线，也互外界关注基本工资，敢是有希望为目前的26400调整到28000。对此，劳动部长柯明春在立地欢迎的表示会来拍拼。这一次的这个通膨虽然说还是在2%以上，大家比较没有注意到的是。那个生产者物价指数已经掉到0.57%，厂商开始有获利了。那因此接下来就是说转嫁的这种动机就越来越少。这幅度过大的话呢，那么会刺激通膨。这几年来已经调整了43%左右了所以企业实在是撑不住的。希望政府要能够体恤企业。大政要认为，基本工资当年调整已经互业者食袂少，尤其疫情拄过，时机前景无明。若真正要调悬基本工资，也无适合调整超过2%。记者综合报道。薪水无起，不过客运的车票钱可能就要起价咯。公路总局证实讲，已经审议通过客运工会全联会18项成本票价检讨案，接落来送去交通部审查。业者反映讲，因为国际油钱一直在起价，人事成本嘛直直增加，走地道的公车等于是走一抓就了一抓。希望交通部同意业者甲票价标准会当有关。非通勤的尖峰时间，往回台北家人的国道客运，要求袂少旅客伫排队。家人客运伫站牌下骹打广告，为15开始调整9006公车车票的计价，以国家新城到科教馆做例，转票是66块，下起做76块。样样都在涨客运也是要生存下去10元嘛，对，10元就有比较有升的感觉。因为未堪你油价甲人事费用成本加悬，公车客运工会全联会已经提出营运18项成本票价检讨案。业者指出，目前客运车票起价有上限，
就算最近有袂少客运的业者拢在调整绩效，不过佫较侪是已经起到上紧绷啊，无法度佫做调整，也是面临亏损。尤其是底道通勤，会当讲是开一班车就了一班。98年到现在都没有调过，疫情之后这3年，所有东西都涨价，大家都调10%到15%之间的。全联会已经在3月22号的时候提报修正的计划。那我们公路总局已经在4月7号的时候提审议会审议通过。公路总局证实，4月初7已经开会审议，同意业者提出的检讨案，目前按程序报起哩交通部，无方便公开检讨案的内容。因若敢是会当以补贴业者，互车票卖起价，也未有上尾定案。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国际消息，美国国防部最近有机密文件伫网络红架空引起关注。司法部13宣布已经抓到嫌犯啊，是一个21岁空军国民兵。司法部以涉嫌遗毒、保留甲传送机密国防资讯的罪名，甲伊逮捕。全副武装的美国联邦调查局人员抓一个穿红色底裤查甫人，了后押上车带走。伊是涉嫌泄露美国机密文件嫌犯。美国司法部13宣布已经抓一个泄露机密文件嫌犯，伊就是今年21岁空军国民警卫队雇员特谢拉。Today, the Justice Department arrested Jack Douglas Teixeira in connection with an investigation into alleged unauthorized removal, retention, and transmission of classified national defense information. Teixeira is an employee of the United States Air Force National Guard. FBI agents took Teixeira into custody earlier this afternoon without incident. 联邦调查局伫个马州东北部波士顿南边的小镇戴顿抓到这个涉密的嫌犯。特谢拉是前个爱好者，伫个网络游戏开工族群担任负责人。为几个月进前开始，伫社会媒体发布至少50份机密文件，引起关注。五角大厦表示，在了解涉密事件范围、规模甲影响，也强调这是故意犯罪行为。Each of us signs a non-disclosure agreement. Anybody that has a security clearance, and so. All indications are, again, this is a criminal act, a willful violation of those, and again, another reason why we're continuing to investigate and support DOJ's investigation. 现社群平台已经移除有关涉密文件，按国媒体继续报道一寡文件。有文件显示，美国一直密切关心联合国秘书长伫俄乌冲突当中的立场，因为美方认为古提瑞斯伫俄亥纽斯协议当中，成果配合俄方的利益。公司新闻陈慧仁评论。法国总统马克龙前几日也访问中国，讲欧洲爱避免加入台海冲突，引起国际议论。不过，10日伊伫荷兰访问的时，佮解释讲，法国和欧洲的立场同款，支持台湾维持现状。若咱台湾的所谓部长登访，受到邀请用线顶的方式参加法国的国民议会听证会。伊讲台湾的遭遇毋是特殊案例，台湾的处境嘛毋是甲欧洲完全无关系。法国总统马克龙进前表态讲，欧洲爱避免因为台湾甲中国起冲突，无应该受到美国的牵连，引起国际上讨论的声音。结果10日伫荷兰访问的时阵，马克龙解喙啊。Position de la France et des Européens est la même sur Taïwan. Nous sommes pour le statu quo. Et elle est constante, cette politique, elle n'a pas changé. C'est la politique d'une seule Chine et la recherche d'un règlement pacifique de la question. 马克龙强调讲，欧洲无应该正做华府或者是北京的追随者。不过，就伫马克龙台海言论引起争议的时阵，法国国民议会邀请台湾的所谓部长登访，伫线顶参与听证会，分享对抗境外网络攻击的经验的时阵，嘛讲出台湾的遭遇，并毋是甲欧洲无关系。afin qu'ils affichent des messages malveillants. Malgré ces attaques contre notre démocratie, nous l'avons emporté. Alors il ne s'agit pas là d'un Audrey Tang by the National Assembly on issues of foreign interference and cybersecurity shows the depth of the Franco-Taiwanese relationship has actually increased in recent years to cover new issues and not only focus about cross-strait relations. This is about threats and sharing experiences. 学者分析，台湾甲法国之间的交流，伫这几年持续深化，其中议会外交是关键。若媒体报道，有法国的外交官讲，马克龙认为台美蔡总统甲麦卡锡见面是一种歧视的行为，不过外交部是无安尼认为。
我国与友邦以及理念相近国家强化交流，这都是我们的基本权利。我们也会积极拓展我们的国际空间，不会画地自限，这不是对任何一方的挑衅。因为法国内部最近会有国会议员组团访问台湾，驻法大使吴志忠在接受媒体访问的时阵嘛表示，法国的舆论嘛拢表达对台湾的支持，钦佩台湾会当克服中国的威胁。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澳洲拄当14年来上强的热带气旋伊奥莎，即马已经为西澳的北海岸扫上花路。虽然目前已经为5级风暴降到第4级，不过威力同款真强，当地嘛要求民众赶紧撤离。伊尔莎已经定量，澳洲气象局伫离北海岸不偌久的贝德奥岛记录每点钟218公里的风速，从安尼速度吹10分钟这么久的记录，进前上悬风速是2007年乔治大风台每点钟194公里。当局警告，这么大强风可能将农业拖车吹扁去，真侪人赶紧将车开走。At least 7 days worth of supplies here, so we should be alright. 13晚5点左右，伊尔莎以5级风暴的威力扫过世界主要铁矿航运中心之一的黑德兰港。这个港为避免受从早已经情况增加了后降作4级，不过当局警告有关可能造成重大灾损。在伊尔莎来进前，当局要求民众赶紧撤离，了后依照伊的威力发出相关顶级的红色警戒，表示即马撤离已经伤过慢，即马正危险，1.5万居民应该踮伫厝内，唔通挖进门窗。Because it's such a fast-moving cyclone as it moves inland, that categories, the strength of the cyclone will be maintained as it moves quickly inland. 伊尔莎是14年来攻击澳洲北部上强风暴，澳洲气象局警告，已经有破坏性的风暴中心会为金伯利甲皮尔布拉地区带来时速315公里的瞬间阵风。另外，有破有400毫米的雨量甲无正常调色。为黑德兰港到沿海城镇布隆南边600公里，拢感受到伊的威力。公司新闻黄文玲报道。今仔日国际要有啥物大代志？带观众朋友做伙来看世界。荷兰总理表示，欧洲想要加强甲中国的关系是历史性的错误。佮讲，若准乌克兰拍输罗西亚，中国都会随拍台湾。来关心美国联邦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麦考尔带团访问台湾。和总统蔡英文见面，去互中国制裁。麦考尔讲，互制裁是因有，互台湾更较受到国际关注。来看巴西总统卢拉带团访问中国4天，有去华为上海研究所参观。外国媒体报告，因为华为互美国制裁，所以巴西总统去参观华为，美国恐惊会无欢喜。高雄主管昨下晡有一台货车，迄司机敢若是因为身体无爽快，全驶去弄路边的电条，交在送病院检查，身体无碍。13下晡3点外，高雄市主管区进河路一台大货车高速冲撞路边的电火条啊，佮两停伫边的机车甲白烧小客车了后，总算停落来。3点外迄阵，迄人都昏去，怎啊弄完车入来，伊电条弄转去。就送医院啦。大货车驾驶是62年出生的查甫人，伊好亲像因为身体无爽快，先伫主管区公所进前弄到一个机车，佮开几百公尺，弄路边的电火条啊，造成停伫边的火杆啊甲汽机车受到损坏。这个事故无造成其他人员伤亡，开车生的查甫人送医了后也无什么要紧。记者综合报道。中国有几哪个省拢爆出新型的 A 型流感，而且又搁伫中国发现全世界头一个民众去挖到 H3N8 禽流感病毒死亡案例。世界卫生组织表示，全球已经有3例感染病例通报，拢伫咧中国，而且因拢捌接触过鸟仔类。目前还未发现有人去挖人甲人相挖现状况。不过，咱国内感染科医师警告讲，所有的禽流感病毒都有可能会演变做人甲人相挖，千万唔通放零。中国出现全球头一个人类感染 H3N8 禽流感死亡案例。世界卫生组织 WHO 近日指出，个案是中国广东一名50多岁女性，今年2月因为感染 H3N8 禽流感病毒，出现严重肺炎症状，不幸在3月16过身。这位死亡个案本身其实也有一些潜藏的慢性疾病，有受到这个疾病的影响。那另外也有这个3例的人类病例当中，有1例是轻症。
咱国疫情指挥中心表示，目前全球通报 H3N8 禽流感，另类感染案例有3例拢伫中国，也拢有禽鸟接触数好加在，无人传人，也是家庭群聚案例。也毋过感染科医师警告，所有的禽流感病毒拢有可能演变做人传人，千万袂当疏忽。所有的禽流感，大概有好几百种禽流感，它都有可能会演变成人传人。这个禽流感在人类这样子不停的传染，你们都没有发现它，没有去控制它的时候，它会逐渐的适应人类细胞，然后才会变成有效的人传人。另外，新冠本土疫情顶礼拜中重症甲死亡病例数，拢甲前一礼拜差不多，社区处伫极度流行状况，所以后礼拜17起，公车捷运等大众运输会当免挂喙罨，只有医疗机构甲救护车需要强制挂喙罨。另外，大数型长照机构的住民甲访客若无症状，也毋免去体检。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民进党已经正式提名赖清德出来选总统，若国民党是交未定案。国民党的秘书长就讲，目前党内势面上明显就是要派侯友宜，不过后来又改嘴讲，鸿海创办人郭台铭嘛是考虑的人选。伊强调讲，不管最后的提名啥人，讲党内拢爱团结。推广友善骑铁马的环境，新北市长侯友宜13甲世界自行车发起人见面，针对党内咧讨论2024年总统大选。国民党团总召集人陈明忠讲，上强的就是侯友宜，建议党中央爱赶紧定调。党秘书长吴建定13早起讲，目前党内态势明显就是侯友宜，不过下晡搁改嘴讲，鸿海创办人郭台铭嘛是考虑的人选。现在是新北市，也是全国最大城市的市长，我会竭力的关注，竭尽所能，为这块土地做最大的贡献。党有他的一个杰作跟规划。我们一切尊重党的规划，大家团结一心，共同面对。在这个阶段，绝对不要非谁不投，非谁不投。不管国民党最后提名的是侯市长或者是郭董事长，我们都要能够团结一致，才有可能胜选。侯友宜表示，面对困难的挑战，拢会全力拼落。针对新北市南洋议员，想要甲总质询为6月份提早到4月底，协助侯友宜赶会赴5月份定调。伊讲尊重议程的安排。若郭台铭已经去日本参访，伊伫人面册讲，台日共同建立完整的产业技术创新人才中心，而且讲有意来互台湾的经济向前行，展现参选的企图心。当选加油，是不是？好棒！副总统赖清德正式获提名做民进党总统参选人。头一个公务行程是视察桃园病院新屋分院，关心附近的患者，民众是真支持。现场一直发动选，赖清德讲，中央甲地方爱合作，针对偏向医疗、甲人口老化等等的问题，爱有政策来解决。任何一个国家都是如此，即便是科技再发达，工商再进步，农业还是最重要的，因为民以食为天呐。确定总统的竞选了后，民进党启动选战模式，信赖后援会15会伫台南举行成立大会。赖清德16会亲身出席宜兰场，嘛甲地方拼选战的团队组织起来。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长蒋万安上任已经超过3个月啊，昨头一届去市议会施政报告，市议员嘛送物件考试。不过蒋万安提出政策。讲市府的团队拢有咧用心，嘛强调讲会加强局处之间的合作。很好，平常心。台北市议会10日开议，台北市长蒋万安13头一摆去市议会备询，那六位议员也拢送见面礼，上演另类攻防大战。当选靠阿公，市政不用功。民进党团结帮啊批评市政调查委。市府需要提起精神，民众党是送前北市副市长黄珊珊的市政白皮书，爱蒋万安赶紧保市政。国民党团送2月甲老虎鸭子饮料，毋望蒋市府团队为市民做副做尾。那进前自称蒋署的北市议员王世坚也特别送礼物。我担任讲师，对你上的第一堂课，送你的第一份礼物，就是一支螺丝起子，提醒你。要做好市政的第一步，就是拴紧螺丝。蒋市府就任超过3个月，头一摆到议会进行施政报告。
整理政策推动，包括多景募钱、加速多景建设、增强奖励甲私立幼儿园的补助等，拢是市府团队用心落实的政策。杨哥也讲，跨局处欢向力系，有望爱加强。上任第110天最难的部分，你觉得又是什么？现在台北市面临的很多挑战以及政策的推动，这一部分我会再请我们市府团队来加强跨局处横向联系，以及在很多政策沟通宣传上面，让市民真的感受到市府团队的用心。另外，议员也针对蒋万安选前捌提出的中正纪念堂转型做台湾建设纪念馆概念，问伊是定表。蒋万安表示，中正纪念堂改建问题属于中央集权，有需要台北市政府配合的部分，也会尽力协助。记者综合报道。行政院进前通过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法的修正草案，希望透过立法来处罚这个票贩仔。不过，消基会就建议讲，若准代替人买物件，或者是去病院代替人挂号行为有趁钱，都爱甲因罚。有立委就希望会当参考日本的做法，定出专法来处理这寡他价卖钱趁片头的票贩仔。网络顶不时有共台北出名2连锁的消息，吸引民众高官先去排队的时间。帮忙买蛋买不二家，你可能加个50、100，可能还好。对，我觉得是比例上面的问题。演唱会那个都是多可能5000或是1万块，这种就是太夸张了。很多人在做代购啦，所以我觉得不至于到卖的太夸张的价格，因为一定会有人比他卖的便宜。那他如果他代购的货卖不出去的话，一样也是他自己会亏啊。民众讲台北赚的是小可钱，不过演唱会乌市票哪里抢钱？消基会讲，目前修法甲黄牛行为分散立法，黄牛票无应该限定5乐体育票券，主张不管是台北也是便宜代挂号，只要是有盈利有趁钱，就应该拢来发。消基会是建议只要是有加价出售的意图，而且把这个票券上网来陈列贩售，这样子就加以处罚。亲像日本为了因应东京奥运2018年通过专法，规范体育艺文黄牛，民众只要有证据，检举票券是黄牛买卖，就会列作无效票。黄牛相当判1年，也是罚100万日票。国家是可以思考，我们需要一部完整的黄牛的专法。因应各类的黄牛，交通票证的黄牛、艺文的黄牛、体育赛会的黄牛，从社违法到文创法这个立法，我想已经相当程度的改善司法机关它在过去无法可依，就是它过去其实是没有定罪它的裁量的工具。为了处理黄牛票现象，行政院日前通过文创法修正草案，希望对黄牛相当罚票券计小50倍，考量专法的立法时效性。文化部建议成立文创法规范演唱会黄牛。因若体育比赛黄牛，体育署嘛想要伫运产条例增加条文修法规范。白猪仔在开展台湾猪肉市场9成，不过最近因为黄豆、麦仔这寡饲料成本一直咧增加，嘛影响到猪仔的价销。颠倒是食品的乌猪仔价销较袂受到饲料成本影响。业者就呼吁政府爱来推广乌猪仔养殖，嘛爱有更较好的政策。甲乌猪肉真好吃，甲毛仔几年放伫咧饭店馆，香港的好料理就完成啊！台湾乌猪仔因为产量少，饲的时间是肉猪的2倍。最近平均价销拢伫咧1公斤85至90块，英国平均价销嘛比肉猪较贵。最近真罕见，算是比肉猪较俗啊。白猪肉的价格波动以往都是比较大的，大涨大跌啦。因为我们台湾的饲养的成本都受到国际原料的波动嘛，只要是我们进口的原料成本增加的话，那就要反映在售价上面。反而真熟手伫切猪肉，肉猪占猪肉市场差不多9成。不过最近影响国际黄豆仔、甲麦仔等等的饲料成本加悬来起价，连带有关整体平均价销，顶礼拜毛猪1公斤差不多100块迄卡刀，这礼拜一开始逐工降价，13是88.95块，不过是落无真济。因若本土的乌猪肉大部分拢是食喷，所以价销较袂受到影响。黑猪肉的肉质跟那个还是不一样啊！很多客人来这边吃料理，他就是看到我们是黑猪肉，然后他才很有兴趣的，就赶快进来尝试看看。乌猪肉因为肉质较油，最近这几年有袂少市场的人客。业者表示，英国民众对用喷饲猪较会有疑虑，即马配合农委会，甲喷过行过，而且加强防疫了后，乌猪仔颠倒会当斗3工，甲喷消化掉，加做循环经济的一部分。伫饲料成本加悬的情形之下，
政府若是会当推广较重视，嘛会当对粮食安全有帮助，而且分散风险。记者综合报道。台东大学学校内底自助餐和学生嫌伤贵，凊彩食一顿上无就要上100块。经过学生反映，学校去关心了后，才改转去进前的介绍，引起外界讨论。论真来讲，真侪大学内底学生餐厅拢是用俗价优待予学生。不过即马万项拢咧起价，厂商确实嘛有经营的压力。若准以台大甲台师大来讲，厂商若要起价，爱先甲学校申请同意了后，才会当起价。中昼12点半，台大的区同学甲科同学在伫第一学生活动中心外口食饭，两人所碰的是较多为学生餐厅自助餐所点的菜，有鸡腿、蒸蛋、一碗饭、高丽菜、洋葱，然后海带。科同学140菜一碗白饭，爱100块。区同学食量较大，想要食啥物，当然啥物，肉鸡2种，配菜至少2样，100公克17块，称落来130块。在外面吃真要吃饱，大概就200、250吧，这样子学校就130，很便宜，刚好，大概吃4天吧。台大伫台北的校区，大多数拢有学生餐厅，由学校通报予业者，搁由业者去招商，帮学生讲自助餐真实费，介绍无费。附近的大科大也是安尼，有时阵会走去食。如果大一的话，离台科大宿舍比较近，就台科大的学餐也蛮不错的。同款是台湾大学系统的台师大校内自助餐受疫情冲击，去年收起来，改由别个业者来做。总务长李鸿先讲，实在起、电起、人事成本也起，学生餐厅介绍淡薄仔调等咧发生，也毋过气候无一定比外口悬。厂商确实要正式来函跟师大申请，我们的涨幅未必比外面高。所以我们通常会同意，否则厂商做不下去，那学生仍然是没有饭吃。李鸿生指出，毕竟是学校餐厅，爱顾到学生经济能力。招商甲签约的时会强调基本需求，像面档有150块的牛肉面，也有60块的阳春面。那台师大甲台大表示，厂商伫合约期间，因为原物料起有调整产品介绍的需求，拢需要向学校提出申请，以相关资料起价敢是合理，综合评估了后，学校才会决定敢是同意。记者综合报道。新竹市宣布，各中国校啊，因中昼顿为112年新的学期开始，各校啊一顿是为40块起到50块，若各中是起到55块。这起的费用一半是家长负担，一半是市政府的补助。安尼是市府逐年差不多就会增加5000万预算。中昼时间，学生欢喜咧食营养午餐，不过刷落去对新的学期开始，新竹市的营养午餐介绍。就准备要起价啊！国小每一顿对原底40调整变50，高中是调整到55块。算一算，其实一个学期要加蛮多钱的。如果说这些钱真的能够让小朋友吃得比较好，那就算了。可是家长会担心说，加钱会不会还是吃的一样？这可能就会比较让家长担心。希望以孩子的营养午餐是要能够真的吃的营养、吃得好为基准点。那后续的话，我们会持续再去进行一些相关的营养午餐供餐的厂商在这个质量上面的一个监督。也希望说未来在这个更多的家长跟孩子们的回馈互动之后，我们能够让新竹市的营养午餐可以更好。照安尼算，新的学期家长一年爱增加1000通块的支出。新竹市议会民进党团是提出质疑，新的政策除了拢无参家长讨论过，而且介绍的计算方式嘛拢无公布。到底是怎么样计算出来的？每年应该要增加这么多经费，那增加的这些营养午餐的经费的，到底多少比例是用在餐食上，多少比例是用在业者的这个营销费用哦？党团支持这个营养午餐加价这样一个政策，但是对于整个讨论的过程、征询的过程，还有授权各校可以自由订定这个餐费这样的一个决策，我们是并不认同。市府指出，主要是希望让学生除了吃好，嘛爱吃健康，佮加上原料起价，才会决定调整营养午餐的费用。另外，针对经济弱势学生的费用是全部补助。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顶头是台湾的传统民俗，嘛是庙会迎道节真重要的团体。伊毋若是新兵的开路，替新兵开路嘛是爱护家新兵。毋过对时代改变，顶头的文化煞嘛出现有人趁庙会冤家相拍，甚至佫会上新闻。
顶头文化敢真是安尼？带观众朋友做回来了解。人西、正果、发牛、家将，只要顶头一个出现，现场就随热闹滚滚。不过讲到顶头，真侪人拢有无好的刻板印象。有的顶头囡仔，伊伫一个会馆内底有啥？有靠山，就会臭屁，会大尾。真个家长若无来了解，无可能有囡仔参加这啦。因为家长可能的看法就是规工就是冤家相拍，甚至食药啊，讲啊歹听就是一寡唔食囡仔咧酒的所在啊。顶头负面的印象，嘛间接影响传统技艺的传承。阮中医堂甲人上无共的所在，就是阮家己做晒头，这个文化必须来传承。因为我希望让大家更认识家将。可以更平易近人，卖红感觉在传统的家将当中，伊是神秘、威吓，红的感觉的恐惧有距离感。想要改变社会对顶头的看法，就需要新的思考和做法。其实家将它本身含蕴的艺术层面，从上到下全部都跟艺术有关，包括它模烫啊、面谱啊、衫裤啊、扇子啊、草鞋，伊这种是有卡着艺术和艺术有关系的。我想要互家将融入咱的社会，互伊普遍化，所以我就想讲啊，最好的就是咱的日常生活用品，咱要甲互伊普遍化，咱就会使甲做一寡文创商品，互人会去喜欢去买单安尼。即马顶头已经毋是干那伫个庙会才会出现，亲像今年台湾的家长，都去法国尼斯嘉年华的国际舞台推广文化交流。顶头的定位甲社会价值，需要咱共同来重视。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新北酒店有一款特殊的文化，即阿公阿嬷会晓念小宝歌，两个人互相对唱的方式，个文史学者林金城一直拢有咧记录。希望这款古早满地时阵男女小宝做姨娘的歌谣，会当继续推广流传出去。听起来亲像客家三哥这合作小宝歌，时代上课唔单单对咧唱，嘛回忆因过情景。迄个60-70年前的记的物件吼，到即马吼，伊个原封不动个念互你听咧。文书工作者林金城讲，小宝歌嘛叫做满地歌，通常是男女拿作词拿手来做伎娘，以一句7字的4句联表现，继续甲歌戏歌册共款。有80多岁阿嬷对嘴就通唱出少年时伫空场食头路唱的小宝歌。歹命阿哥着趁食。歹命阿娘着塞车，阮就塞车。头前2句会写景，后壁迄2句是写情嘛吼，啊用4句来讲你的心情安尼，还是讲你的看法。林金城讲，因为歌谣拢是口传，伊自早年开始就以新北为主，写过几若本的地区的小宝歌，前年甲旧年嘛，阁完成2本，而且用文字影像等等甲记录落来，希望通传承这个风俗文化。这是老一辈子的一个文化，那现在在我们这个年轻的人，有希望更多的年轻人来参与这样的一个文化的传承。咱这个文化资产吼，爱互伊吼重新再看，互伊活起来无。林金城表示，伊发现若无赶紧做，老一辈凋零会加速文化流失。即马就是哪推广哪做，让少年辈嘛通知影。记者陈立小凯新北采访报道。来看美国纽约市古顿，因为鸟鼠的问题真困扰。即马因是请一位专家要来消灭鸟鼠。纽约市长拜三宣布讲，要聘用一个真正伫学校做鸟鼠防治的一个老师来牵头处理鸟鼠的问题。不过，伊的薪水一档就要台票473万。6只鸟鼠是敢若当作无人伫遮，一直弄来弄去，民众是惊甲喊甲大细声。纽约的鸟鼠真歹是有名的，不管是餐厅、徛街、公园，四界拢会当看到。互居民是有够困扰，为着解决这个问题，纽约市长亚当斯12日宣布讲，市府是请一个台鸟鼠沙防来。We are just really happy today to say that we have found our rat czar. There's a new sheriff in town. And with your help, we'll send those rats packing. 纽约市府去年是提出12万到17万美金，合台票是360万到520万的年薪，宣布讲要找做代志淡薄仔凶、敢若歹人的人来做台鸟鼠沙防。这几项真特别的求财条件是引起克拉迪的注意。伊捌做过老师，嘛捌伫公立学校做鸟鼠防治的工课。With a strong focus
on cutting off the food, water, and shelter rats need to survive, and ensure every New Yorker is prepared to take up this mantle in this fight. 心肝就人三趴火，克拉蒂嘛宣布讲，要对曼哈顿北部的下林区开始，要加强检查、做限制，而且强化涂骹的部分，让当地变作鸟鼠的禁区。纽约市最近几冬看到鸟鼠的事件是愈来愈多，部分官员认为讲，疫情期间餐厅禁止伫内面食，伫互我食饭的人愈多，鸟鼠嘛对咧增加。2014年的一份研究，估计纽约市大约有200万只的鸟鼠。这几年无较明确的数字，但是估计应该搁较多。市长亚当斯是特别讨厌鸟鼠，伊就任的时阵就向鸟鼠来宣战，伊限制蛋粪素的时间，嘛推动尽量卖无采食米，避免去吃鸟鼠来。即马请台鸟鼠沙防，伫鸟鼠大战敢会成功，市民拢真期待。公司新闻齐婉玲编译。2024年法国巴黎奥运阁有一冬外时间，不过周边的商品煞已经炒到热扑扑啊，特别是吉祥红仔。有人讲制作这布红仔的过程有用到中国的原料，煞搁写是法国制作，就算说是合法的，嘛是引起正人的讨论。佛里吉的造型是对佛里吉啊无边帽仔来的，特色是规个搭伫头壳，帽仔上尖的所在对头前，代表法国大革命，带大家推翻帝制的玛丽安娜，和革命军将是拢戴这种帽仔，和这种帽仔变作法国代表性的标志。Ça a été nos Jeux Olympiques à nous pour pouvoir aujourd'hui fabriquer cette mascotte en France. 代表法国大革命的帽仔，正做法国办奥运的吉祥物，厂商自然会去强调法国制作，但事实上制作福利吉的原料是对中国来的。公司的名听起来，佫敢若中国的公司，受到真侪批评。不过2024巴黎奥运品牌形象总监马蒂辛尼和制作商拢讲，无法度接受这种讲法。照法国法律的规定，只要符合比例重要制定伫个法国进行，就算原料是进口的，嘛会当拍法国制造的标签。做吉祥物的福利吉其实只是一个帽仔的造型，但是却常常对地咧出现。两只脚一支换作假脚，代表同一年参加帕运的选手。公司新闻齐家人编译。来看纽约百老汇搬上久的音乐剧《歌剧魅影》，因为疫情的影响，已经搬35年了后，这礼拜就被收起来，袂阁搬。有真侪民众是趁机会阁去看一届，真侪配合真久的演员嘛讲真唔甘。小看恐怖的剧情，正水的舞台和服装设计。歌剧鬼影这出舞台剧是小纽约的百老汇35档，但是疫情开始了后，就一直了钱。这出戏伫这礼拜会搬上尾一届，最后一边化妆一边接受访问的男主角是真唔甘。And now that we've gotten to the last week, every moment is precious, to be honest. 已经唔知影伫偌济暗暝替这出剧在伴奏的小提琴手，我讲敢若离开厝去外口读大学遐尼艰苦。I can say without a doubt, I will be crying. I don't think there's any way I'll keep a dry eye at that point. It's just hard to imagine that I won't be playing it again. 另外，已经替这出舞台剧奉献35档的电工师傅，嘛讲后摆无法度搁看到观众哪哭哪离开的形啊。Watching them leave crying all the time and great emotions always. That's been the highest part. But then that's why we do it, yeah? 歌剧鬼影是安德鲁·洛伊韦伯经典的音乐剧，是对法国的作家卡斯顿·勒胡的同名小说改编的。是咧讲一个用面暗、甲伊真歹的面扎起来音乐天才，一直伫巴黎歌剧院替心爱的女观音克里斯汀来创作乐曲，落尾变作3个人的恋情的故事。这出戏1988年开始就伫百老汇固定咧搬，35档内已经有13700场。即马听讲要结束啊，真侪观众拢赶来看。That my mom loved it so much, and it was her special show. So we're coming here in her honor. 伫16上尾场即天嘛，按算会有真侪有名的人到场。这出百老汇上长寿的音乐剧，以后嘛会互剧迷永远去怀念。公司新闻张慧敏编译。天气报你知，今仔日天气较稳定小热，敢若东半部甲西部的山区过到了后，有可能会落地渐好。若其他的所在拢是侪云好到好天。做伙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天气资料。北部地区20度到31度，中部地区20度到31度，
南部地区20度到32度，东部地区19度到30度，外岛地区18度到27度。各有未来3日的天气。感谢你收看今仔日的早起新闻，我是陈怡珍，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